起修行，如何修行？是心是修行。见贤思行，慈善是行，徒儿一定行。这一世白杨运行，天开可宣道苍行，一贯真理传流行，更深者闻道风行。把握当下行，即是救人心，张扬慧根行，报道能奉行。宣扬真理行，同修共伴行，得等彼岸行，金刚般若行。只要相信，只要相信，存着善良心，可以度世全化秘境，明白智慧根。逃脱了苦海冤深，领受着浩瀚天恩，报恩了远彼岸灯，用真心支撑路绳。把握当下行，即是救人心，张扬慧根行，报道能奉行。宣扬真理行，同修共伴行，得等彼岸行，金刚般若行。把握当下行，即是救人心，张扬慧根行，报道能奉行，宣扬真理行，同修共伴行，得等彼岸行，金刚般若行。修行炼心，修行炼心，不再起无名。精进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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智慧掌灯明。只要相信，只要相信，存着善良心，可以度世全化秘境，明白智慧根。